閉合做得唔好，令到有少少跑調嘅情況出現。He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收睇國風教唱歌嘅教學頻道。今集我哋又一次討論一下《中年好聲音3》裏邊參賽者嘅其中一首參賽歌曲，而且呢首歌亦都係我好中意嘅一首歌，大家一齊嚟聽聽啦！呢首就係林憶蓮老師嘅《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》。愛過就不要說抱歉，畢竟我們走過這一回。呢度咧聽得出咧，呢位參賽者唱歌嘅時候咧，佢嘅氣息唔夠啊，唔夠穩定啊，導致尾音咧佢收得唔夠穩，就好似畢竟我們走過這，佢嘅情況就係一回。OK， 有啲唔夠穩定嘅時候咧，唱出嚟嘅音咧音色唔係咁好。從來我就不曾後悔，初見那是美麗的相約。又出現咗同一個問題啦，就係氣息唔夠，導致咧收尾嘅時候咧唔穩定。就好似呢句初見那是美麗的相約，如果氣息唔夠嘅時候咧，就會導致最尾個字唔穩定。相約，一來可能佢唔識用氣啦，二來如果呢個音咧可以做一個轉音咧，個效果會好啲，就好似咁樣。初見那是美麗的相約，加少少氣聲落去。曾經以為我會是你浪漫的愛情故事，唯一不變的永遠。呢一句咧，我覺得處理得幾好，就係唯一不變的永遠。唯一不變的永遠，佢用咗個氣泡音，OK，加強咗一首歌裡面嘅唔同風格。唯一不變的永遠。是我自己願意承受這樣的輸贏，結果依然無怨無悔，期待你的出現，天色已黃昏。呢個亦都收尾收飾得幾好嘅。天色已，用啲氣聲啦。黃昏，天色已黃昏，氣聲。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開啟的門，善變的眼神，緊閉的雙唇。好啦，呢一句裡面咧，亦都係個閉合做得唔好，令到有少少跑調嘅情況出現。善變的眼神，緊閉的雙唇，佢閉合做得唔好咧，就會有少少善變的眼神，緊閉的雙唇，有少少斷啊，斷斷續續咁樣。何必再去苦苦強求，苦苦追問。呢個位置咧，佢利用一個好大聲、好高嘅真音，去帶到另一個章節度，我覺得呢個抵讚嘅。同埋佢苦苦追問呢個唱得好穩定，苦苦追問，佢做到啦，將個牙關咧打開啦，然之後咧將個音令到更加敦厚、更加有穿透力。曾經以為我會是你浪漫的愛情故事，唯一不變的永遠。是我自己願意承受這。是我自己嗱，加咗自己嘅元素，加自己嘅風格落去，令到首歌個層次多啲，變化唔同啲。
但係是我自己一個由真音轉假音嘅同時，可能佢個閉合做得唔好，令到個原因有少少唔穩定。的輸贏結果依然無人理會，期待你的出現，天色已黃昏。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開啟的門，善變的眼神，緊閉的雙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強求，苦苦追問。呢個嘅收尾咧，同之前嗰個一樣啦，做得非常之好。苦苦追問，佢令到個情緒咧又再更加爆發多一點，令到佢去到第3個章節升 key 嘅部分。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開啟的門，善變的眼神，緊閉的雙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強求，苦苦追問。嚟到呢首歌嘅第3個章節升 key 呢個部分，佢唔能夠同背景嘅音樂共同融合咗一齊，因為咧，我反而覺得咧個音樂個澎湃力咧、個穿透力同埋嗰個震撼力咧，比佢唱歌嘅時候震撼力更加大。所以咧呢個就係要講求自己本身歌手唱歌嘅時候個鋪排啦。我覺得最尾第3個章節呢一段咧，其實可以個爆發力再大啲，令到個情緒再升華多啲，咁成件事咧就會 do re mi 由第1段、第2段、第3段慢慢升華上去。同埋唔知點解我睇呢條片嘅時候，我覺得佢好似有少少迷茫，可能因為緊張嘅關係，令到佢自己好擔心自己唱成點。畢竟呢一首歌唔係容易唱嘅，而且佢用咗呢個嘅背景音樂去襯托住佢嘅時候，總括嚟講就係佢唱歌嘅音唔係好穩定，同埋個爆發力唔夠。嗱，記得頭先所講嘅所有嘅評語，大家試下加以去幻想，或者加入去唱歌嗰個部分裏面，試下用唔同嘅方式去唱，效果會更加好，更加有層次，變化會更加多啲。睇完啦係咪？要做啲乜嘢啊？梗係要訂閱我哋 VMA 嘅 channel， 同埋記得點讚啦！誰都可發光，梗係揀呢個地方啦〜